上一個視頻，大明咪發咗一個幫一位中山嘅女士，就係發咗個類似相親嘅視頻咧，發出去大概都係未到1日咁咯。有啲老客戶咧就喺 WeChat 嗰度私聊大明，話大明拍嘅呢種題材好新潮。好少呢種地產博主咧，佢會涉及啲類似嘅話題咯。咁佢就同大明講到話，大明你可以繼續深挖呢種話題咯。佢話係啊，呢種事咧你可以做啊。佢話呢啲叫做造福人類啊。佢話有個咁高嘅評價，當然佢係開玩笑嘅。然之後佢同大明講到一個就係話其實咧呢個世界上仲有好多人係單身嘅。當然大明喺呢度唔會宣傳結婚係好幸福嘅，亦唔會宣傳話單身係好幸福嘅。咁咧，大明就會講即係有需要嘅人可以選擇自己想過嘅生活，唔使按照人哋嘅評價去生活，好嘛？當然，大明咧只係話，因為身邊通過買樓去識嘅有形形色色嘅人。係有一部分咁個客戶咧係單身嘅，佢同大明提過就係話，大明你可以嘗試下做下類似咁嘅視頻，啱好機緣巧合喺朋友嘅慫恿之下，就嗰晚咧毫無準備、毫無彩排嘅情況下，就影咗嗰個視頻。咁影出嚟之後咧係有反應嘅，有老客戶嘅就好似頭先大明講嘅支持之類嘅鼓勵嘅話語。咁當然。亦有一啲人係負評嘅，佢覺得大明賣樓咧，你就好好賣樓，租樓就好好租樓，冇搞啲九唔搭八嘅嘢。咁大明都表示下歉意，因為大明咧冇辦法做到你最中意嘅嘢，只能按照自己嘅思想同埋意識去做自己做大明中意嘅嘢，因為大明唔係你，大明就係獨一無二嘅大明，就好似你咁，你係一個獨一無二嘅你，我都冇辦法令你按照我嘅思想構造去做事情，係嘛？所以話大家作為每一個獨立嘅個體，應該尊重每一個獨立嘅個體，係咪先？就好似咁，大明咧作為一個地產博主，咁亦唔係每一個人都會中意大明嘅，佢會中意好多其他嘅各種各樣嘅另一種形式嘅地產博主，佢哋會揾嗰啲去服務。咁咧，老實咁講嘅，大明咧個客戶咧唔算係好多嘅，可能一個月係得幾批甚至好多都係以交朋友嘅形式同大明傾偈，都冇買樓嘅。當然時不時會有一兩個係同大明最終達成咗買樓之類嘅，大明就有好多客戶咧係老介紹嘅，呢啲係真嘅。所以話有啲同行睇到大明㗎，經常日日更新視頻就話大明殺入咗呢個自媒體去搶飯碗啦。大家不必要恐慌，亦不必要驚慌。唔係所有人都揾大明買樓嘅，呢個係事實上，因為可能有好多時候我哋唔啱傾或者話佢覺得唔 like 我呢款嘅 like 其他人嘅款嘅，所以話正常。但係咧大明咧就基本係，如果有人同大明係以交朋友嘅心態大明個心態又係買賣隨緣生意做唔做得成冇所謂，大家咧就係當交下朋友咁咯，傾下偈咯我會同你傾好多話題㗎時事政治歷史人性哲學最近咧佢哋又同大明傾到一個叫做姻緣就係叫做話結婚單身單身嘅有冇幫佢介紹下，就係咁咯咁有好多人就話大明，如果你長期堅持類似咁嘅視頻方向可能你做呢個方向咧個收入比你做房地產嘅收入仲高。大明冇呢咁嘅心理準備，大明咧始終都係正業都係做地產。咁咧大明做呢種視頻咧，亦不是為咗回報嘅，亦不是為咗賺幾多錢嘅，就係隨緣隨興即興就有啱嘅就當下牽下橋搭下線，當係個興趣咁去做啫，冇話規定邊個過嚟要揾大明介紹男朋友介紹女朋友成功咗要分幾多錢要俾幾多錢，大明從來都冇諗住呢個方向亦或者可能大明嘅精力唔夠，
大明始終都係以做地產為主，因為大明咧除咗租房業務，仲有個地皮買賣、別墅買賣啊，甚至自己屋企仲有其他產業，係嘛啊？只不過話大明個 YouTube 號叫地膽，我點解要作為一個地膽咧？地膽咧唔單止係除咗樓要識。仲要包羅萬象，包羅嗰啲生活啊，喺灣區呢邊中山珠海生活嘅常識啊，你哋把唔到嘅煤氣啊，或者話牽寬帶啊，或者知道邊度食嘢啊，咁都可以同大明交流，大明知無不答。咁咧仲有嗰啲咩話除咗係置業顧問就係生活顧問，咁咧生活咧咁單身生活啊，又想話或者講金傾嘅人可唔可以配對下一齊享受生活、面對生活啊？咁呢啲又係一種生活，所以話大明更希望做到嘅係除咗做地產顧問，仲可以做大家喺大灣區呢邊嘅生活顧問，而且咧大明咧個思想係比較傳統嘅，比較正向嘅。大明咧大家冇以為大明喺網上擺啲咁嘅嘢咧。係幫大家拉皮條啊，進行選美大賽啊，可能嚟到大明屏幕當中嘅嘉賓咧，做呢種視頻咧，唔會好似你哋講嘅好似中華小姐選美大賽嗰種啊，係嘛？嗰種感覺咯。大明只係一句話啊，總結下啊，就係話大明所做嘅工作，希望都係俾大家揾到一個歸宿。歸宿有兩個，俾大家揾到一套房咧。係鋼筋水泥，可以幫大家揾到肉體嘅歸宿。咁咧，如果有啲人士咧係覺得想告別單身生活嘅，想精神靈魂咧揾到個依靠嘅，咁我就係大明個定義就係幫佢揾到一個靈魂嘅歸宿。揾到啱嘅人，就相當於揾到一個靈魂歸宿咯。當然冇講得咁文雅、咁高大上，呢啲係大明最粗淺嘅解答。如果你有更高尚啊、更高深嘅諗法，亦可以同大明講，大明都好虛心接受大家嘅建議。所以話賣樓係我嘅工作，然之後咧可以利用身邊嘅資源幫大家牽橋搭線，揾到自己嘅伴侶，係大明嘅一個愛好，因為我好中意睇到人哋幸福嘅樣子啊。但係咧，大明亦會篩選。任何靠近大明嘅人想去叫大明揾呢種需要嘅服務嘅，大明亦會考慮下嘅人品啊、性格啊、點啊，因為大明唔想害人，明嘛？唔想害人。如果我介紹錯咗一個窮兇極惡嘅人，去俾一個善良嘅人，咁咧大明真係覺得咁係唔係幾好嘅。所以話大明係一個好簡單、好純粹嘅人啊，靠近大明嘅。唔係個個都會揾我買樓嘅，呢啲係隨緣嘅，係真嘅。因為地產嗰啲嘢咧，成交概率本身係好低嘅，冇可能你喺香港或者向外國一翻嚟就同大明買咗樓嘅，係好低概率嘅。咁好多買樓呢嘢睇緣分嘅。咁呢個緣分未到之前，係嘛？大家都係以交朋友心態啊，傾下、飲下、食下啊，交流下，係嘛？咁大明真係做呢個工作，接觸咗五湖四海嘅人啊，全國各地、全世界各地嘅人，就造就咗大明一種外向嘅性格。我有啲客戶都講啦，大明你講樓咧，可能冇你講呢種生活啊，或者話姻緣啲嘢咁自然喎。的確啊，有好多嘢，可能呢啲都係我興趣吧。工作始終都係有啲拘束咯啊。唉。咁咧，大明咧好快就去到珠海接到個客戶啦。咁咧可能就喺呢個簡短嘅時間咁影到個視頻，同大家交流下。呢個同我一齊做視頻嗰個叫阿東仔啊，佢係大明嘅親細佬嚟嘅，所以我哋兩兄弟係整咗個號嘅。東仔，同大家打聲招呼。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我哋去接客戶啊。係。差唔多到啦，呢度入去。嗱，我同大家講，我嚟到呢個輕軌站呢度接客戶啊。就係呢度。就呢度咯，好啦，我哋差唔多咯，去接到客戶啦，因為客戶咧要求我哋保密，咁咧呢期就到呢度好嘛？我哋再會啦，好嘛 ？See you，我哋等客戶落嚟啦。喺呢度停車，東仔，好，呢度停車，好，呢期到呢度啊 ，See you，歡迎大家翻嚟揾大明傾偈、飲茶、飲咖啡，我哋無話不談，好嘛？
至於生意嘅嘢隨緣啦。好，拜拜。